交通部观光署投入146万，找5个专业的老师来辅导这新德园峨眉乡12条风景区发展到这观光品牌，利用当地农特产规划出家己的地方特色。美丽的湖，再加上西头山景色，这是峨眉乡的12条风景区。为了推动在地观光发展，今年在地商圈特别以农村旅游体验，找专业的老师以当地农产品做主题，设计出各种的 DIY 行程，协助地方发展观光。峨眉乡的这些乡民哈，不管是这个中老年的或者是青年人来学习，那延伸到今年，我们是希望能够传承下来，所以是所谓的职人培训计划，让真正的这些工艺跟这好的这些绿色生活的应用，能够落实在我们在地的人，他可以来做出一支像这样，然后再送给你，或者教你怎么做，哦，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 DIY。然后再来，主要是说他因为是亲手做的，所以意义是非常的不一样。亲手家己做的纪念品，更加有温度，也当让观光客对当地有感情。这几年台湾不少民众拢选择出国佚佗，影响国内观光发展。交通部观光署参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年就投入146万，找5个专家也是老师，辅导12条风景区建立家己的观光品牌，利用家己的优势，发展出属于地方的特色。新的旅游体验的部分呢，那我们就针对生态旅游还有身心疗愈这些主题旅游，我们重新来打造包装，那跟我们的观光产业链结合那希望国人也可以来这边走一走那也不一定要一直往外跑了。到日本或到一些其他的地方，他们都会强调手作，因为手作才会带着感情。然后这边又是用在地的这个植物，加上最近峨眉的宽湖步道嘛已经准备完工，在地人相信，时到会吸引更加多国内外观光客来这佚佗，希望未来会当甲峨眉地区打造做一个国际观光的景点。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